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1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郑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一只东港的渔船顶头，外籍渔工要甲合约要到期的渔工送行，不过闹了上过头，互台湾一个船长阻挡，因着甲这个船长拍甲重伤。行政院通过修正交通违规小罪，唔记点嘛未检举，草案要送入去立法院审查。行政路权团体就宣布3月17日发起快闪抗议。高雄的顶站公司有一批苏丹红辣椒粉已经卖去全台9个县市，南投金福华食品的沙地酱甲台北市玉昌公司辣椒粉拢总有用到。新闻头起先来看到，屏东东港有一只渔船停靠伫咧摩里西斯的港口咧休困，船顶的外籍船员要甲合约要到期的渔工送行，不过因为闹甲伤过头，去互台湾一个船长去甲阻挡，结果这个渔工气不满，联合起来甲这个船长拍甲重伤。船公司表示，即马已经咧处理这件代志啊，船长嘛有去就医，这礼拜就会回来台湾。船舱内面几啊名船员和船长理论，气氛愈来愈紧张。常常有人出手拍船长的面，煞来其他船员嘛动手。台湾一位船长无回手，甚至被要求回失礼。有带他去医院做检查之类的吗？那现在的伤势还 OK 吗？还 OK，就是应该还是还有点红肿，就是眼睛这部分。伫边仔看的船员甲影片抛去网络，这件渔船暴力事件才互人知影。根据了解，屏东东港一个渔船正明洋山68号7号停伫摩里西斯路易斯港补给，船顶有几啊名印尼籍的船员，疑似替合约未满的船员送行，伊船顶啉酒上吵，因为不满船长去阻挡，煞动手。那东港区会接获渔业署的新闻稿后，我们第一时间也与船东联络。那船东目前人刚好就在摩里西斯，他可以就近处理。咱这人就是安尼，你对伊好，伊对你好；你对伊歹，伊对你愈歹啦。咱这人啊拢相共啦，你半台湾人也相共啦。受伤的船长已经去当地治疗休养，这礼拜要回来台湾。其他资深的船长就表示，因为船顶船员的人数较侪，不管是外籍还是台湾籍，管理必须要有分寸，避免引起反弹。渔业署是表示，已经指派人员前往了解，而且协助后续的报案，无容忍暴力行为。若是调查确实，嘛会禁止拍人的船员，搁互台湾渔船请用。记者李小燕、陈兴坤，屏东报道。最近两岸的情势受到各界关注。国安局长蔡明安今仔日去立法院质询，针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政治决议，是自从2018年以来明文写出对台湾要和平统一。蔡明安表示，中共对台湾的政策维持和平统一，台海局势嘛无搁严悬，不过嘛提醒大家，中共也是继续来对咱进行统战。局长早。局长，我想请教一下，近期你睡得好吗？我从来没有想到睡觉的问题比专业问题还要难回答，因为我讲睡得好，好像我不重视台海紧张情势；我说我睡不好，好像说台海情势很紧张。好，有在睡觉。两岸情势紧张，日前国防部长邱国正家己讲暗时困无好，国安局长蔡明安嘛立委问讲暗时困好无？因为中国两会正式闭幕通过政治决议，定调对台论述是和平统一。这嘛是2018年以来头一届用文字写出来。两岸政策上主要还是依照和平统一的路线，希望能够反独、促统、促融，跟反对外力的干涉。在习近平的一种强人主导的政治之下，两会的功能变成是行礼如仪。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情资来显示台海的紧张情势有持续的升高。最近金厦海域发生争议引起关心，不过蔡明安表示，无看到台海局势紧张，也是异常的现象。请民众放心，若国安局送立法院的报告分析讲，中国对台湾会继续用两鱼两手的策略来达到统战到分化。所谓的和平统一的路线之上，那它对台湾的胁迫性有稍微再加强它的力度，所以我们个人把它称为是一种胁迫性的合同。所以它以后会加重这个，但它就是要让台湾社会有一些对于武统的想象空间或是恐惧，来达到它一个武力恫吓的目的。我们预判在520的前后，这样子的一个压拉的两手策略会持续的来进行。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有果是川普甲拜登再度对决，蔡明安讲。因为美国两党拢把中国当作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嘛支持深化台美关系。无论谁当选，美国友台制中的政策拢袂有伤大的改变。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的立委推动无在籍投票，包括总统大选，卖当用境外通讯的方式来投票。不过，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就表示，咱的选举严重受到境外势力干涉，选制若要改革，就需要真足考虑。嘛，希望无在籍投票会当先对公投来实施做参考，再个对大选来改制。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法，推动选举不在籍投票，也就是免伫徛户口的县市投票，包括开放境外通讯投票，引起民进党的反弹。这个是要让中国介入选举。民主国家的选举近年来受到境外势力介选的情形相当的严重，所以任何选制的改革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到尽善尽美，那同时要能够保持维护这个民主选举的核心价值。李进勇嘛表示，选举制度改革需要谨慎来考虑，希望先为对数的公投启动不在籍投票，而且以转移投票的方式来实施，加做选举不在籍投票的参考。不过，南洋立委批评讲，公投甲一般的选举同款重要，应该做一改革完成。选举你不能够因为选制的一个改变，一下子冲击到选务，所以我们是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你刚刚讲说选举跟公投重要性一样重要，可是你们在实务执行的时候，你们显然是把公投当成实验嘛？目前不在籍投票法的草案并无党团的版本，敢若有国民党立委王芳美提案的版本，主张以通讯投票、特色投票所投票两种形态为主。有定是提出分阶段实施，先试全国性投票采转移投票，再个豆豆扩大到地方性投票。民众党团是分做短期、中期甲长期计划，加速推动不在籍投票。广泛的觉得，只要去过大陆就是抹红，所以把台商污名化。我认为我要奉劝民进党，千万万万不可。那至于说不在籍投票范围要实施多少，范围要实施的对象，那这个大家可以谈。既然投票是秘密行为的时候，他们要寄选票的时候，难道不会在中国的指导下投票吗？那你从不同地方寻求各地送回来投票，公他们要开票就不长怎么样开票了？那已经发生暴动了，要这个通讯投票的话，海外投票的话。先去修宪再讲。李阳建议讲，通讯投票或者是境外投票，技术条件真悬，伫选票运输的过程，较会产生弊端。投票的人嘛，较会受到投票地点的社会气氛、甲意识形态等等的影响。不在籍投票伫国会，嘛佫是会引起调野的交锋。记者综合报道。NCC 主委陈耀雄今仔日去到立法院做专案报告甲备询，去互在野立委批评讲，伊的报告大部分拢抄旧年的，嘛无讲到中天铁桥、镜电视设立等等的争议案件。因内民进党的立委嘛关注广电三法甲管制电信诈骗的进度，甚至民众党团就要求陈耀雄的报告都要退回定写。像这种东西，这种报告可以吗？只是把所有的条文一字一句的。把它放上去，你干脆发个赖给我们就好了。NCC 主委陈耀雄11早起去立法院，不过未报告，就互立委一直批评，因为内容无讲到中天镜电视等重要案件，资讯无够，表示国会最后调回陈水清国旗，直接禁止顺达，立委炮灰议员假美。公开咨询委员会议的名单。另外，你109年的一般频道换照审查评分标准就是违反了换照审查办法。没有，可是你们却没有检讨，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而且不要忘记了，你在当教授的时候是好教授，谢谢。可是你现在当了主委以后，真的，我认为你不是好主委。你们现在中嘉案已经开罚嘛？对。为什么只有开罚卖家？这个法律规定，我说我爱改法律就是安尼。歹势，因为我广播。我拜托你。台北立委陆续点出中天铁桥、镜电视先设、甲三立自主中家等三大广电争议案件。另外，立委是关注广电三法甲电信诈骗的关系。民众在电话里面答复的那个内容AI 会自动把有兴趣的民众抓出来。犯罪集团用 AI 来做诈欺，政府在防治过程要用 AI 来做防御嘛。OTT 专法还有广电三法啦，什么时候啦 ？OTT 这个法律来讲的话，因为它涉及到所谓的网际网络这个使用的部分，业者这个部分来讲比较难处理了哈。
在会议进行之前，民众党伫会议搁伫议场头前举行记者会，除了爱谴责 NCC 主义陈耀雄以外，也宣布2项提案，要退回陈耀雄的报告，搁要求停写，甲要求成立假电视新闻甲后续备案证据调查小组，要看 NCC 是毋是互政治黑手介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顶赞公司又搁互查到有一批2万多公斤的进口辣椒粉，有致癌色素苏丹红，已经卖去全台湾9个县市。其中，伫咧南投的金福华食品因做的沙地酱，已经供应予全台湾真侪火锅店等等一寡餐饮业者。另外，台北市的益昌公司嘛有用到这批辣椒粉来加工制作，嘛是已经全部卖出去啊。苏丹红风波继续滚价，台北市卫生局伫初十接到高雄市卫生局通知，顶赞公司进口的咸椒粉，各一批2万多公斤，互验出有致癌的苏丹色素，出货予台北市益昌实业公司，已经做出50包的2荆条咸椒幼粉，全部卖予无特定的线价。该公司使用该原料分装成2荆条辣椒细粉，每包600克，总共50包，已全数销售予不特定散客。那呢，这批问题咸椒粉，搁销去南投的金福华食品公司，卫生局现场查封库存原料，敢若剩13公斤，其他将近9000公斤的原料，拢已经掺入沙地酱等55项产品，出来去全台小吃店等。业者强调讲，热饮料存广告的迄款沙地酱，并无受到污染。若是消费者有疑虑，也是会当退货。以不保系来讲的话，是到小吃店、跟餐厅，还有盘上一些的那个小型火锅店。是全省吗？还是全省的？苏丹红咸椒粉摊全台，造成食安真大的冲击。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受访时讲，食安上重要的就是源头的管理，边境一定要顾好势。你源头的管理，你就要把边境要把它守住。那中央跟地方一定一起携手合作。卫生部长许瑞元强调讲，目前违规的进口商已经用禁止进口3个月，时到再搁看整体的状况，甚至嘛可能会禁止违规的业者以后袂使搁进口。另外，食药署10日下晡嘛邀请食品相关工协会讨论业者自主检验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中华有3只地啊，伫咧新港的美港公路互车弄甲重伤，当地交通设计就引起关注。今仔日行政院长陈建仁到场来视察，宣布要核定将美港公路改造高架化快速道路的工程，总经费167亿8400万，全部由中央来负担。那交通部嘛强调，伫咧年底进前会完成将全国390个新道的路口改善好。详细听报告，行政院长陈建仁11日去中华关新港乡了解第61线美港公路高架化工程。交通部公路局办理可行性评估，送国发会审查1年外，行政院今仔日正式宣布核定，总经费167.84亿，中央会全部负担。虽然是现在的施作是一个平面道路，把它高架化的一个计划需求，因为可以把全线的这一个28处的路口大概做整个一个立体化。中华关新港乡圣诞的3个车地啊，顶个月底经过美港公路含建国路口斑马线的时，互伤仔车弄着，其中姊妹2个人重伤入咧大院。根据中华关警方统计，6.5公里长的美港公路启用12年，计共发生1326件车祸，造成8个人死亡，390个人受伤。官府望高架化通改善交通。高架化西边会为第61关从滨产业园区开始，东边到国道3号河滨交流道。电方认为高架化也通促进经济发展。彰滨工业产业园区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产业园区，面积超过3000公顷，那所以这个对经济的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大。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核定通过，我希望我们交通部这边在这个详细的综合规划以及环评的部分要来加紧土地的这个征收，也希望我们地方政府一起来努力。
交通部表示，美港公路高架化了后，会乘做快速公路，双向4个车道设置3个交流道，会当解决原地平面28位号志路口无够的问题。预计2034年完工。若西单的3个正地啊车号路口会改做 Z 型斑马线，搁增加照明。2日前会完成全国398位省道路口改善。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通过要修正交通违规小罪，唔记点嘛袂当检举。草案特别3日起立法院来审查。行人林世鹏推动点评，特批评政府放任违规，宣布3月17特别伫咧北中南发起快闪抗议行动，而且3月23搁要去立法院头前游行抗议。因交通部是回应讲，草案伫立法院审查期间，也是会继续和各界来沟通。行政院顶礼拜通过10项较轻的交通违规，未接受民众检举。虽然强调袂因为安尼降低执法的力头，不过也是引起路权团体不满。尤其占用身心障碍专用的停车位违规停车，嘛未受理民众检举。民间团体批评讲，这是侵害弱势民众的权益，因是完全无法度接受。人行道旁的斜坡。就常常一直被违停。那如果这个违罪不罚下去，那我们可能就很容易没有办法再出门了。3月17日的早上10点，在全台各地，我们会与各个团体在各个县市办这个快闪，来让政府听见我们的声音。行政林世鹏推动联名讲，经过几啊届发声甲呼吁，政府要是坚心限缩民众检举，因只好搁上街路。3月17早起10点，会伫北中南各地展开街路快闪的行动，而且嘛会伫3月23去立法院门口举办集会游行。汽车运输业驾驶员全国总工会表示，职业驾驶甲路权团体同款重视道路的安全，嘛讲10项较轻的违规未接受检举，也有讨论的空间。不过目前的状况，临时停车的空间都是无够额。政府应该优先改善车路的环境。现在最急迫需要改善的，其实是我们道路交通环境的工程。你必须要赶快去让所有的车种都能够在一个安全可以停放的部分。相关的一个处罚条例，行政院已经送到立法院，大家的意见，包含委员的意见，都可以在那里头共同去讨论。针对路权团体要搁上街路，交通部表示会搁进一步来了解，嘛尊重各团体的意见。在草案上立法院审查的期间，也是会持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开始有方面通过，中部以北会变天反冷，较到落雨。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嘛有机会落雪。有讲这波方面会影响到拜3、拜4会暂时回温，不过拜5、拜6水气又会增加，北部、中南部甲东半部拢会落雨。规个看起所有物件拢有盖一层薄薄的雪，袂输敢若是梦幻的云白世界。随10早起，玉山气象站的雪已经落到1公分高。受到华南云河下向东平线影响，气象署讲，因为水汽甲温度拢配合，拜日进前3500公尺以上的悬山，拢有可能落冰沙巴或者是局部南山的雪。因为水汽比较多，所以可能降雪几率会比较稍微大一点，但是呢，后面的话就是降雪的这个高度可能会上升到3500公尺以上。8月早起，因为方便通过这波冷空气，有可能升级变做大陆冷气团，所以各地天气会变做无稳定。中部以北是明显的落雨，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估计这波东北季风或者是大陆冷气团会影响到拜3，温度才会慢慢回升。不过这礼拜天气有2边的变化，第2边将会是拜5、拜6，华南的水汽会挖来台湾。14号、15号基本上是逐渐的转成偏东的风向，所以这2天温度会稍微的回升一些。不过在最后2天呢，因为华南附近这一带的水汽又逐渐的往台湾附近输送，所以导致这个水汽会稍微增加。10个16两天，北部、东半部加中南部3区，拢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到17，有一波方面的来，天气有时寒有时冷，气象署提醒民众注意温度的变化。若是天气冷时阵，衫就要加穿一领。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即马取消医疗院所的挂号费用限制，目前双北有265个医疗院所挂号费要起价，就立委要求公平会爱介入调查，看敢有违法联合起价行为。
公平会主委李美表示，会和各地卫生单位来合作观察，嘛欢迎民众来检举无合理的联合起价，赏金至少有10万。自从卫福部宣布取消各医疗院所挂号费限制，也和各医疗院所出现起价声音。以上白来看，已经有265间医疗院所要起挂号费。议会关心未来是不是引起全国医疗挂号费全面拢起，甚至合议起来，要求公平会小组风扇进行调查。诸位，公平会被查不？我们会去了解这些涨价的情形哈，共同和。要一起涨，要涨多少？这个在公平法绝对不允许。有立委指出，就惊公平会无妥善调查，会出现破汤理论，加速全台挂号费拢起。公平会回应各医疗院所起价原因真济，有的是因应政药成本，或者是人事成本加经营成本来做调挂号费，都是属于市场机制。目前公平会有发函予卫福部，且卫福部发函予各医疗院所，免出现联合起价行为。你们做怎么样的因应？我们第一个，我们跟全省的这个卫生单位会有一个合作。如果他地方在执行的过程中发现有可疑或是异常，这跟我们来这个互相。资讯交换之后，我们会进入了解。讲好了，我就一起涨个50块，涨个100块，这样子是这个就叫联合涨价了。所以我们看它是不是同一个科别，它的地理区域，它是不是关系企业？公平会表示，目前除了甲卫生单位斗阵合作，因为挂号费是公开透明资讯，为网络顶悬对因查到信息。那民众有发现可疑案例，也欢迎主动检举，检举奖金为上加10万到1亿。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通过囤房税2.0制度，而且将干那一间厝，佫是家己住的税率对1.2%降到1%。不过台北市目前家己有推动税率优惠，实际税率是0.6%，那是为着要配合全国统一。台北市的单一家己住房屋税，颠倒是爱提悬到1%。台北市府建议要分4档来调整税率，不过嘛强调爱个经过讨论。为落实居住证期囤房税2.0，伫今年7月14，将全国单一自住税率为1.2%降到1%。即卖台北市府为配合调整台北市全国单一自住房屋税税基这项政策，延期分4年，慢慢恢复税基。不过这项佫按照法定优惠税率1%来扣房屋税。当时呢，的确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已经做了税基折减的这样子的政策。中央修法之后，已经补足这个没有法律规定的这个不足哈。全国单一自住的税率呢是1%，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执行。财政局表示，市府103年配合行政院财政健全方案调整房屋标准单级，佮加上台北市厝价比其他县市较悬。对单一自住甲有3户的纳税人，会扩大无共款纳税量能，所适用共济税率并不公平，所以才为106年开始，将全国单一自住房屋税税基节减16%，相当是实际税率1%。109年，佮提悬节减比率是50%，相当实际税率是0.6%。只是未来台北市若参考采用全国共款的标准，未来税率会调悬0.4%，引起外界质疑，会加做全台唯一的加税受灾户。柯前市长的任内呢，因为为了要拉大自住屋主跟非自住的税率，所以才会用折减的方式。这一次呢，如果调回来1.0%的话，那等于说，单一自住的这个屋主，他的调幅啊，他的税率会涨超过50%以上。持续跟中央沟通，我也请财政局努力的争取，将修法之后对于市民朋友自住的人冲击跟影响降到最低。财政局表示，因为牵涉71.2万户市民的权益，经过综合考虑了后，建议分4年慢慢恢复税基。有个原本有单一自住税基节减的纳税人，每年每户平均差不多增加房屋税额395块。不过，有关需要台北市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决议公告了后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苗栗的白沙屯妈祖行路进香，今年会伫咧新历的3月18出发，按算3月23拜六会行到北港。而且这届有超过16万人报名，创下新冠纪录。北港朝天宫的香客大楼甲附近的旅馆，都已经予人订了啊。
云林县府经过协调，到时会开放老人会馆、学校等等的所在，互乡镇卡通好来休困。乡镇卡行向北港朝天宫庙里白沙屯妈祖进行活动，但年拢吸引真侪信徒参与。今年报名人数有16万人，创下新高，预估会超过20万人参与。目前北港朝天宫香客大楼和附近的饭店早就客满了。因为现在人数越来越多，以往是除了3栋行政香客大楼以外，我们的行政大楼、文化大楼都会让他住。今年因为逢礼拜6的时候，我们很早就已经香客大楼被订掉了。我们全馆房间的话有199间，那在预定的部分的话，在1月25号我们确定白沙屯会抵达的时间，当天我们的房间就全部都销售完。有饭店业者表示，进香时间一确定，房间随封订了。加上今年白沙屯妈祖伫10月出发23到北港朝天宫，拄好是拜6，云林县政府也咧协调单位开放，互乡镇卡休困。假日，所以咧做这有点香客的订货饭店，特别感谢咱北港订房所提供客户馆甲咱的这个饮店，而咧互乡镇卡休以外过用遐适应。民政处表示，经过各单位协调，包含北港老人会馆一部分学校、农会顶大楼，拢会开放互乡镇卡休困。北港分局规划9大停车场，加上23迄天拄好是北港牛墟做生理的日子，北港镇公所也公告迄天休市，通好来迎接进香的人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入围13个奖项的电影《奥本海默》摕到7个大奖。包括主角史尼墨菲摕到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奖是演出可怜的物件这部电影的艾玛史东摕到。这届奥斯卡金像奖，奥本海默摕到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甲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等等7个大奖。摕到最佳女主角的是演出可怜的物件的艾玛史东，这是伊自从2017年《愈来愈爱你》以来第2届正座影后。代表咱台湾入围最佳纪录短片的金门是无摕到奖项，这个奖项由美国的最后的乐器维修师提起。另外，最佳动画片是《从罗伊少年》，这是导演姜基俊自从2003年《新闻少女》以来第2届摕到奥斯卡金像奖。正经的奥斯卡，我们恩文林朋友。3月初10，西藏恐怖65周年，流亡去伫咧印度的西藏人有发起纪念游行。西藏的流亡政府代表边巴次人表示，因要追求西藏完全独立，不过希望会当推动长期的中间政策，就是让西藏人有愈大的自治权利，而且嘛希望会当透过对话解决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冲突。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初17天，就是1959年反抗中国统治的纪念日。居民亚雪山西雅旗要求中国退出西藏的各种标记游行示威。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拉加日南加卓格甲法新社记者讲，这场纪念活动毋但是要让国际社会听到西藏人的声，嘛是所有西藏人反省的日子。So we are protest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ve self-immolated for us, 160 people, and since now it's been like 6 decades since China has occupied our land. So we are protesting against all these brutalities inside Tibet. 中共解放军不日镇压反抗了后，西藏领导人达赖喇嘛在人民的保护之下搬过喜马拉雅山去印度，了后就无搁再回去。今年88岁达赖，2011年无搁做政治领袖了后，就甲行政权交予伫全世界13万个西藏人，用民主的方式选出政府代表，也就是中央行政司政。第2任的司政边巴次人伫演说讲到，流亡政府毋是要求西藏的完全独立，是要推动中间道路的政策，希望会当有保存语文甲文化的自治权利，也希望透过沟通解决中国甲西藏的冲突。伊感谢长久以来印度甲美国的支持，坚持因对真理和自由的承诺。
另外，印度首都新德里初十嘛有差不多300名西藏人伫街头游行示威，活动是西藏青年大会举办的。联合秘书次仁秋佩甲中央社记者表示，因抗议中国非法占领西藏，希望透过这个游行，互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拢会当听到因的心声，互因支持。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看国内，花莲有原住民涉嫌非法摕到改造灯秤甲脚秤，就人做伙去国家公园试秤、写告示牌、写杯尺，甚至佮甲过程拢铺伫咧网络。警方拢总有抓到4个嫌犯，依照违反野生动物法甲秤炮弹药管制条例等等的罪嫌来甲因上班。称声一声煞一声，半暝拢是称声。一个人向告示牌射击以外，各将野生动物作弊，为此被射杀。毋过做出安尼行为，因不知无反省，反倒来真骄傲，将回程过程抛上网络，遭到民众告发虐待动物。走出来，快点！来，走出来，赶快，我们。快点，不要浪费时间啊！警方接到检举，伫花莲新城顺线抓到人，原本有原住民伫网络靠人找同好试秤，只是经过环境调查，查到灯秤甲蜡秤2支拢无申请，也就是非法，甚至佫违法加工改造，都连试秤的地点拢伫国家公园内底。告示牌顶悬拢是称子空，代志发生伫中怀公路大八线顶悬，这群人伫半暝走去八线之桥开枪试火力。警方调查，这2个查甫人有改造秤械，讲是厝内底是大人有的，因为真好耍，才会找人试秤。本局刑大2月下旬全国数枪扫黑专案，查获非法持用改造猎枪2支。包含提枪的查甫人在内，警方陆续抓4个涉案的嫌犯。专案调向枪炮弹药管制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法、加恐吓公众等罪嫌，移送检方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日本3.11地震引发福岛核灾已经13天，今仔早起有环保团体去到立法院抗议，指出福岛的核灾各单有油源也未收煞。国民党的立委煞个优先要推动修法，让咱老旧的核电厂继续放，安尼是互全民来承担核灾风险。环保团体代表甲反对研究安全第一的标语，直接打入立法院群贤楼外口的铁门，要甲国民党立委讲，因反对修法，取消核电厂研究需要伫运转接照到期进程，至少提早5年来申请的规定。这无疑是想要再迫使核安会草率的去审查，只为了延续核电的利益，却迫使全民去承受老旧核电厂的一个事故风险。款团指出，核三边啊，就是恒春的活动动站，核岛区下骹地形已经变形，坚决反对研究。演绎不可能掩盖核三厂下面地质变形的这个事实，绝对坚持反对老旧核三的演绎的。除了核电厂安全，款团嘛认为要找到有高度稳定的地质条件，作为核废料最终处置场址困难重重。台湾的地质条件其实都非常难找到这样的条件。全国废核行动平台即届要号召反对老旧核电厂研究的人士，诉求反对老草来修法，嘛提出老旧核电厂的5大风险，包括设备老气可能会造成核灾事故。而动站的边仔若发生大地震，恐惊引发核灾。台湾的人口密集，疏散困难，有高放射性的核废料无所在通放，最终处置的场址到打嘛真歹找。记者林正文平遥组台北报道。宜兰有农民最近当无用咧补田，煞因为中华电信的电缆线油了小价，害伊的机器去加着损坏。要甲中华电信讨赔偿，煞搁要经过真长真久的协商，安尼伊就袂赴继续该来补田。那中华电信是表示，因要下提责任，嘛详细来调查是安怎机器会去交着电缆线，按照程序来处理。电线过低，这一条高度才3.6米。这台补田的机器，去中华电信的电缆卡掉咧。农民讲电缆才3米外悬，地属补眼机通过时阵去搞着，规个变形无法度作业。机器维修的费用加上无法度补田的损失，对农民来讲是真严重。刚刚这2条，
就是这条行过车路的电缆去交到农机具，互农机具的杂货变规变形。宜兰总会农民讲，这并不是当地头一届发生这款的代志，大家拢爱开真侪时间，甲中华电信协商，才会当理清赔偿的事项。有人甚至协商半年，大家有结果已经过上无用的时阵，是真困扰。他们就说你怎么去挂电线？这电线什么时候垂下来的？这种每次都事情发生才说这什么时候掉下来？这怎么说你们施工的时候没有处理好？而且那是新拉的电线呢。中华电信讲绝对袂会提责任，会提出诚意来处理，请农民莫烦恼。一般行过车路的电缆拢有5公尺悬，农机具是安怎会交到这条电缆，要来厘清，嘛要行一寡程序。目前确切的情况是真的是勾到了嘛？那没话讲嘛。那勾到的话，那我们当然是按照程序来讲，中华电信也不可能说，而且就说的不是我们的事情的。那因为我们会看那个管线单位，如果是像是中华电信还是台电那我们会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行政协调，然后。官府表示，农民若拄到类似的问题，会协助做相关的行政协调，帮助农民依附政策的权利。政策当中无用的时期，农民拢爱抢时间，希望会当有上好的收成。不过因为机具交到电缆，政策受到影响，安怎避免落长赔偿的程序？在作业的时阵，嘛更较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环保局去年利用科技执法改善乌白蛋粪扫的问题，落尾有改除39个科技执法的地点。不过最近，所有民众发现到伫咧瓦近苏镇博物馆的南岛大道，又搁有互人等真侪大型的粪扫伫遐。环保局表示，这个地点打改除科技执法，会搁随恢复处理。台东市南岛大道路边，互人开出小路，迎入去一看，发现偏甲拢是粪扫，有家具被烫倒去建材。这是都市计划中会区200公顷的土地也未开发，看起来亲像趴荒，较会互人乌白偏粪扫。附近公路里的民众都真侪摆看到有人驶车，也就是骑车来遮偏粪扫，也阁有人伫咧机场的后门空地啊偏海气的碰气，社区特别正做粪扫场是真生气。怎么碰一无爱嘛乱丢？外地啊，顺便去丢那边。居民讲，县府伫遮无装路口监视器，环保局也无来遮装处理严监，才有人偏粪扫。环保局表示，这已经是立管的科技执法处理节点，后来改善改除立管，是未到各人偏粪扫，会阁达到今年增加到93个立管处理节点范围。我们目前的话，这93处都是轮流来架设缩时摄影机。那这一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评估看看，也是把它来加进到这个列管的一个架设点哈。环保局表示，去年伫台东县执行科技执法，已经照废弃物清理法罚29件乌白偏粪扫行为，一件罚清字，有7成多的改善率。即马阁发现有行间废弃物甲粪扫乌白偏行为，那查到除了罚钱以外，相当也阁是有刑罚处罚。民众甲行间相关业者毋能够乌白偏物件。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府废止梁家牛埔粪扫掩埋场的开发案，规划做第1公园甲自然保留区，已经3担外。不过环保团体就批评，一直拢无开放、无营运。针对这件代志，台南市府表示，目前537万的规划经费已经通过啊，会赶紧来招标。来到牛埔泥岩水土保持教育园区特殊的地形，优美的环境，互人心轻松。不过，这个地点伫3年前放划做第1公园及自然保留区，虽然无开放甲营运，也互环保团体积极进度上班。因为安尼，台南社大决定家己来先甲林家农会做单位，小解当地甲附近景点做优先农作物，也和南管社大合作加入课程。没有人知道，截至目前为止，是否网站没有，当地地方没有，我们看不到。牛埔2地地质公园这最基本的几个字没有。好，那当然我们期待台南市政府现在开始积极有所作为。事实上，因为这个地点因为事业废弃物坑台场征期要到20年，台南市长黄伟哲上任了后批准的头一份公文，就是停止坑台场的开发案，不过拢无进展，引起质疑。公部门表示，目前地目改编当咧由退府回上新经济部，同时间林务署补助537万，也会启动招标。土地所有权人是退委会，那因为它的使用分区是工业区，所以要办理井编的话，必须报经济部办理。
那目前在办理当中，农委会林务署来争取537万的整体规划费，上网来取得专业厂商，来早日完成相关的规划。农业局表示，前期规划内容包含建物、水土保持、生态检测分区等规划，招标了后，安算150天后会做集中报告。也因为土地有281公顷，会刷落去规划，也争取这片经费。另外，也有立委建议提报前瞻计划，也会往这个方向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台南7股举办一件双雕艺术季，有吸引真侪游客去遐行打，而且创作团队用海洋废弃物打造地景艺术，佮得到德国柏林设计奖。蚵仔壳工作伙真侪海洋的北岛，一粒一粒浮球代表海洋，佮有各种海洋废弃物糟蹋这海洋世界。这项装置作品是艺术家和在地蚵仔农合作完成，伫7股盐埕的一件双雕艺术季展览。而且嘛，摕到德国柏林设计奖银奖。我们都知道，柏林设计奖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参与跟竞赛者。那我们也把我们今年的一件双雕艺术季的作品去报名参加。那我们也很高兴，它荣获了我们是一个银奖。创作团队利用7股在地盐埕文化甲渔业，收集海洋废弃物，甲打造这地景艺术品，表达永续发展、保护海洋的理念，嘛要提醒民众守护环境的重要性，也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们台南，也看到了云嘉南，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盐田、我们的盐文化不只是实用而已，它也是一个艺术。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一件双雕艺术季，甲盐雕和地景艺术结合，为去年12月16日开始，配合台湾灯会活动，同款是等到今年3月初10煞果。管理处表示，规划这个活动都用3个月，隆重清出超过15吨的海洋废弃物来完成作品。唔但要呼吁民众爱珍惜环境，嘛要宣扬在地盐文化。记者综合报道。伫咱一般印象当中，修理奥多摆师傅大部分拢是查甫的。不过，咱来看到伫咧屏东有一间奥多摆店，这师傅是一个干那20通岁查某囡仔。伊虽然个真少岁，不过功夫好，做代志个认真，真受到人客支持。甲奥多摆看好洗换乌油保养做记录来检查是一点都袂凊彩，态度认真，互人客真放心。不过，今开始看到收车的乌手是一个查某囡仔，有人客老实讲，确实有怀疑过讲，敢正经做会来。这么瘦小，对，搬得起摩托车嘛？结果他放下摩托车那一刹那，他牵上去的时候，其实吓到。哪里来的那么大力量？检查轮胎每一个步骤做得很仔细，你就觉得说这是真的有这个功夫在的，很专心的把摩托车交给他处理。可能一些男生感觉比起来的话，就是我会感觉他比较厉害这样，而且是女生。查某囡仔合作优先稳，伊国中毕业的时无目标，唔知影要做啥物，也因为厝内开机车行，老爸要求伊休学一档，踮厝学修奥多摆功夫，互优先稳决定做乌手这道。一开始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来做这个？就是因为很少女生会想要，其实那时候心里也是蛮抗拒的。但是后来是我接触到骑摩托车、骑挡车，就是越来越有兴趣。我身边的朋友他知道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呢，他们会来找我用车，就是对这份工作更有成就感。普遍的观念会想讲，修奥多摆乌手爱男性才做会来。优先稳讲，伊嘛捌想要西装打扮，不过伊伫咧修奥多摆过程当中，找到家己的价值，伊要继续精进修车的技术，互人客骑车通愈安全。优先稳伊用行动证明女性做乌手一点仔都袂卡差。记者综合报道。亚洲学会伫咧桃园81个比亚，发现到拢总40种超过2万只野鸟。显示这个比亚对岛鸟来讲是真重要的环境。不过有的比亚所建造步道等等的设施，互生态受到破坏了后，这野鸟的数量就大大减少。所以学会嘛呼吁市府要重视生态问题。规定的风头尖鸭，不时会藏落水底掠鱼仔、虾仔来食，也有同款的藏落水底掠鱼仔的鲈鱼，甲国际保护联盟红皮书内底青头尖鸭、白眼尖鸭。每一年拢有野鸟伫咧桃园的比亚过冬。我们之前在这边做那个调查的时候，曾经
看到黑鸢抓着老鼠这样子，我没有拍到。这边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类型的那个鸟类。桃园的比亚真多，野鸟学会去年11月至今年2月，伫81个猪仔调查，发现拢总有40种20533只野鸟来到遮生活。不过学会嘛发现讲，永年寒冷，干鸭数量真侪，观音区红长鼻，伫种建宽湖步道等等的设施了后，野鸟的数量减真侪，好有饲户都要重视。红糖皮在5年前左右的时候，差不多1000多只的风头前鸭。可是现在因为公园的改造，其实它便利了人，可是它不便利了这些野动，所以呢，其实风头前鸭到现在目前已经没有半只了。未来如果说要新建在湖边做一些游戏的设施，其实要从生态跟人的角度一起去考量。桃园市野鸟学会表示，桃园有3097个比亚。不过，真正会当互尖鸭，或者是其他的雁鸭来遮休困生活的所在已经无侪。安怎伫个市区围啊设计出互人甲动物共享的环境，也是重要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水鹿过去大部分拢是伫咧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山区咧活动。不过，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所发现到，伫咧海拔600多公尺的废弃矿区也发现到水鹿。研判是受到人类的干扰，这个水鹿才会罕见潜刷到中价海拔的山区。研究人员自动相机内底一张台湾水鹿的相片，翕甲真清楚。水鹿伫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废弃矿区，这海拔才661公尺，和依照水鹿拢生活伫2000公尺以上的悬山无同款。以往都是在台湾高山，比如说南湖、七海这边比较容易见到踪影哦。那经过这次的研究，我们很高兴说，台湾这么多年的保育以后，水鹿有逐渐在往东扩散，也有逐渐在往低海拔扩散的一个生物回归的一个现象哦。外界好奇台湾水鹿哪会迁到较低的所在？太管处按2009年开始委托并科大调查大清水到废掉废弃矿区周边22平方公里，海拔大约500到1500公尺，拢总有设30台相机、6台录音机监测。基地的破坏或是人为的一个开垦了，所以造成说研究都是在2000公尺以上才会发现水鹿啊。那最近又因为大家的保育，台湾水鹿才会逐渐的往东移动，也会逐渐往中低海拔扩散啊。太管处强调讲，这届监测报告嘛发现讲，园区内的饲灵动物资源评价体更加丰富，其中以长鬃山羊、台湾猴和棕水麻较侪。大清水矿场是赤白碰处、甲白面乌处，和过去的研究比较，但园区内的物种数量拢有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稻埕，互人讲是台北的传统戏曲。为着要传承传统的戏曲，栽培新世代的人才，当年3月台北艺文推广处拢会伫咧大稻埕举办青年戏曲艺术节，今年已经第10档啊！邀请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的真侪戏班来咧参与，包括唐美云歌戏团的青年团、棉花园、搁有布袋戏的小生园、金英阁等等。连续过半月到4月中为止，逐礼拜伫咧大稻埕拢有精彩演出。歹人若是看到这个面躯，一定会惊到心惊胆跳，就地倒下。只要甲互你面躯低起嚟，就会当互并发人随便做英雄。这出无性英雄是由唐美云歌戏青年团演出，故事深实个趣味。为着要庆祝大稻埕第10届青年戏曲艺术节，邀请侪歌戏和布袋戏的新世代演员来扮戏。西方拢有迄什么蝙蝠侠啊，很多雷神索尔这些一些英雄嘛。那希望在东方的这个英雄的这个部分啊，也有一个不平凡。但是他是一个平凡人，内心嘛产生了那种英雄的气概跟英雄的梦，为了保护他的家人。今年的青年戏剧艺术节，有邀请到人间国宝王金英老师出来少年演员和棉花园总团做伙来参与。另外布袋戏有小西园和金英阁等等，拢是名声趟全国的戏班。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办这个艺术节，就是希望正做戏剧传承的平台。老一辈传到这个后一辈，希望这个台湾这个宝贵的这个歌戏啊、布袋戏等等会当安尼永远
安尼甲传落吼。台北大潮埕互人讲是传统戏曲，为着要传承传统戏剧，栽培新生代的人才，青年戏剧艺术节的理念10年不变，就是要看成新生代的艺术家，和传统戏剧直直有新的创意和人才，让愈侪人来看戏。所来到4月14进前，伫台北大潮埕戏院和大潮埕码头，逐礼拜拢有精彩的演出。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6度至20度，中部地区16度至20度，南部地区20度至27度，东部地区19度至24度。还有外岛地区11度至21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